今次我哋飛東京，最主要其實係玩靜岡嘅。去嗰度做乜嘢？除咗睇富士山之外，仲可以去熱海睇花火大會添啊！當然，我哋揸車仲會去埋其他附近嘅景點，一齊睇下我哋去咗邊度玩啦！由於我哋係凌晨機出發，所以去到當地已經係 Day 2啦。落咗機之後，即刻就去租車，然之後再揸車去鎌倉。見到呢個牌，相信有睇男兒當入樽嘅，應該會認識嘅。去得鎌倉，梗係去江之島啦。江之島係喺鎌倉西面嘅一個小島，而島上面有一座神社，神社前面有一條好短嘅商店街。不過大部分嘅鋪頭都係開朝早10點鐘嘅。咁就唯有去江島神社行下啦。江島神社以前係保有漁業同埋海上運輸，但係喺後期已經演變成為守護音樂財富同埋福德代表嘅象徵啦。揸車去伊豆嘅途中，我哋係會經過小田園魚市場。我哋以前嚟食過壽司，好好食㗎，所以今次再嚟多一次。不過今次就食另外一間餐廳。反而呢間味道就好普通啫。揸咗個幾鐘頭車，終於嚟到大室山啦！大室山係位於日本靜岡縣伊豆高原嘅知名休眠火山。呢個休眠火山係大約喺4000年前火山噴發而形成嘅。佢個外形係好似一個倒轉咗嘅飯碗，亦都有抹茶布甸嘅稱號。上到山頂位置就會見到呢度凹咗入去就係火山口嚟噶啦。呢度直徑大約有300公尺，好天嘅時候仲可以 book 射箭活動去玩下添。今日嘅天氣有啲差，啲風吹到人都癲，而工作人員亦都有提醒我哋千祈唔可以戴帽，因為一定會吹落山啊！而差唔多臨走嘅時候就開始落雨啦，啲風又變大咗，坐纜車落返去嘅時候先至係地獄啊！啲雨係咁打落塊面度，都唔明點解呢個時間仲會有人上嚟㗎。噔噔，開箱今晚嘅酒店。如果你係好驚狗，千祈唔好 book 呢間酒店啊，因為有好多狗仔入住，係一間 pet friendly 嘅酒店嚟㗎。呢個就係我哋嘅房型啦，有2層，仲有廚房，都係600幾蚊晚咋。放低好行李之後，出發去超級市場。今晚我哋打邊爐。話咁快就第3日啦，今日主要嘅景點都係圍住伊豆，而夜晚就會落去熱海睇花火大會啦。如果你哋唔想咁辛苦行呢15分鐘嘅叢林步道，其實城崎海岸對出已經有一個停車場，行3分鐘就會到目的地㗎啦。不過喺呢個叢林，如果你啱季節，係會睇到唔同嘅花，亦都可以睇到海岸線同埋唔同嘅洞穴㗎。而城崎海岸係位於靜岡縣伊豆半島嘅東面，佢係由4000年前大室山火山爆發嘅熔岩冷卻而成，再經過長年累月海水嘅拍打之後，已經變成咗一個好壯觀嘅海岸。天氣好嘅時候，呢度真係非常非常之靚，真係好值得嚟啊！嚟緊會去熱海旅行嘅你哋，我非常之推介你嚟呢間海女主理嘅小店。無論佢嘅熟食又好，或者刺身，佢啲魚都非常之甜，出邊完全係食唔到呢個味道，而且價錢都唔係貴㗎。睇返地圖，
大部分人落去伊豆，其實因為係可以再落去河津嗰度睇櫻花。不過今次我哋就唔落去睇櫻花啦，直情就去伊豆嘅西面嗰度有一座金礦叫做土肥金山。喺江戶時代，佢係第二大嘅金礦嚟㗎。一入到去門口，有50座金色嘅鳥居，非常之吸睛。相傳呢個金礦以前係出產40噸黃金同埋400噸白銀㗎。喺礦洞入邊唔同嘅角落都可以睇到以前嘅足跡，就好似呢度咁。礦洞入邊嘅溫度大約係18度，而濕度平均係有80%。喺全日本呢一個環境係屬於比較罕見，所以釀造出嚟嘅威士忌都會有佢唔同嘅味道。當然，洞入邊亦有啲模型話俾你聽，以前佢哋究竟係點樣生活嘅。本身喺黃金館入邊可以摸到呢一塊金磚㗎，但係因為金價不斷上升同埋保險嘅問題，佢哋喺2025年已經運走咗呢嚿磚啦。館入邊除咗有得睇有得摸之外，當然仲有體驗環節啦。於是我哋就課金去咗淘金啦。其實計過數嘅，如果成功淘到10粒嘅話，係可以回本。不過我哋就都有一人1粒嘅。好快就到黃昏時間啦 ，check in 完即刻去親水公園買啲嘢食，霸返個靚位，煙火大會要開始啦！第4日，我哋今日就預留咗大半日嘅時間留喺富士山嗰邊揸車自駕遊，圍住個富士山玩，而夜晚會落返去橫濱嗰度住㗎。第一站去咗富士山夢之大橋，如果有 look 開 social media， 應該都見到好多人喺呢條橋度影相。不過今日天氣就麻麻地，我哋逗留咗10分鐘就去咗第2站馬自野牧場啦。一嚟到時間啱啱好，可以體驗揸牛奶嘅環節。當然仲可以近距離接觸啲小動物，餵下佢哋添。呢個牧場仲有一個好大嘅開放式園區，入邊有好多山羊同埋綿羊，只要你隻手揸住嘢食，佢哋全部都會即刻衝埋嚟啊！當然仲有好多唔同嘅打卡地方俾大家影個夠。第3站富士本棲湖園區，季節唔啱，冇花睇，逗留咗10分鐘，都係去食咗個飯先。講到睇富士山，大石公園絕對係一個大景點啊！佢嘅位置係位於河口湖嘅北面，一年四季都會有唔同嘅花襯托住富士山。啱天氣嘅話，相信會好靚嘅啫。嚟到第5站忍野八海，因為富士山融雪嘅關係，佢啲水經過數十年地層過濾之後湧出嚟，造成咗8個池塘，啲水非常之清澈，望落去係藍色噶。但係大家要留意啦，雖然你哋見到個池底會有啲銀仔喺度，但係佢唔係一個許願池，係唔可以抌錢落去噶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保護呢個環境，呢一個文化遺產。第
第6站亦都係富士山景點入邊嘅最後一站，呢度就係白鳥濱啦。顧名思義，即係有天鵝睇啦。喺門口嘅位置亦都會有啲檔販售賣飼料，大家有興趣都可以餵下天鵝，不過小心佢哋會咬到你啊！最後一日啦，剩返嘅時間我哋會去橫濱嘅紅磚倉庫同埋去成田山表參道，之後就要去機場啦。特別都想講一講成田山表參道。呢條古街距離成田機場其實只係10至15分鐘嘅距離，但係我相信好多人都忽略咗呢個地方，因為正常嚟講，大家一落機就會即刻搭車落去東京市中心。喺呢條表參道入邊會有一座新聖寺，其實已經有1000幾年歷史㗎啦。根據官方數字嘅表示，每年係有超過1000萬人嚟參拜㗎，而最多人嚟嘅日子呢，就係新年啦。另外呢度都有好多老字號嘅鰻魚飯鋪頭，嚟到呢度點會唔試啊？食埋個飯先走啦！今次嘅旅程完結啦，希望大家會鍾意我哋嘅影片啦，記得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。